好，来继续来看，伫这个社会弱势角落，总是会当看到社工师来回走撞的身影。但是有一寡社工师的劳动权益受到损害，譬如讲，防恶意来欠薪水，佮譬如讲，被逼都要回关薪水予公司等等。时代力量的立委再去开记者会，带着受害的社工出面，要求政府检讨改善。伫弱势角落总有专业社工师的身影，不过有一寡社工师有付出，却是无都摕到薪水。我离职之后到10月份都一直没有拿到工作的薪资。这位女小姐，公司恶意欠伊的薪水，有搁较侪社工师面临的是社工界不成文的规定。我从99年7月底任职到101年12月31号，总共回捐了大概13万多。社工薪水回捐予公司，什么人敢唔管，就甲你点油做记号，甚至有社工团体为了规避社工薪水的新制度，要求社工师爱改这个职称。社工界黑暗面敢讲无法可管。你们有没有一个黑名单的机制？因为有一些县市政府是有的，必须要法律上的授权。那这个部分我们还有在继续在努力当中。时代力量立委要求劳动部应该定出违法劳动法令，情节较严重的社工团体，2年内无要予补助行政处罚，也就无像即马安尼，只是限期的改善。较恶一个头家根本就唔惊，社工属是社会安全网真重要的一部分，伊嘛无得到应该有的保障。